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海，欢迎再次收看《厨娘香 Q 秀》。今天站在我旁边的是我非常喜欢的经典老师哦。今天我们要呈现给大家的，也是大家一吃之后就绝对不会忘记的一个口味哦，非常特别、很道地的这个我们台湾呢这个原住民的这个马告。所以我们请经典老师跟全球的观众朋友先问个好。主持人好，还有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经典主厨，今天很开心又来到我们厨娘香 Q 秀的节目。接下来这一道呢，是我最喜欢的这个桂花，现在一年四季都买得到这个，对，没错。今天我们的干燥桂花，那我们的干燥桂花要来做什么样的甜点呢？好，我们今天就是华人的酒酿，是不是？对，酒酿，然后又结合了桂花这样子，然后做出一个呢，其实它又是属于比较这种欧式的一个甜点，那我们把它称为呢，就是这种酒酿桂花奶冻。我跟你讲，我看到奶冻是完全没有抵抗力的，我是叫做现在套一句流行话叫做奶冻控啦，奶冻控哇！对对对，只要这种冻的东西哈，那种那短一短的东西哈，我一定都爱吃，不管咸的甜的，全部都接受，所以赶快来做吧。好 ，OK， 来，那其实我们观众朋友其实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材料，其实发现怎么这么简单，算一算24、6个就解决了。对，所以这个真的好做，天然又美味。好，那首先我们就是说准备这种这个吉利丁片哦，那我们把它就是放到饮用水里面，稍微去把它泡软，好，你就泡了就可以。那这个泡的话，一定要泡冷水或冰水哦。好，我们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去泡那个温水，温水泡完，你可能待会回来会发现说，怎么不见了？因为它会溶掉。OK， 好，那再来我们就是接着把这个牛奶，牛奶我们可以大概差不多300cc 一个单位，大约300cc 加差不多2片，那你这样子去取用。好，那我们接着把这个牛奶倒到我们锅子里面。老师，我们做这个不管是奶冻还是什么，是不是会建议用全脂的牛奶？对对对，我还是比较建议说，我们观众朋友还是用全脂的，因为这样它的一个香气会比较足，而且它凝结起来是不是会比较嫩？对，因为它油分比较多嘛。对，没有错。会嘛哈。是的。好，那我们开始来煮这个牛奶的部分。好，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始把这个细砂糖把它加进来。我们这个桂花跟酒酿的部分，我们会做一个像糖浆它的一个酱汁放在上面。所以是淋酱。对，那我们这个奶冻，我们主要就是呢，以这个比较原味的部分去呈现就可以。对，所以就是牛奶跟糖而已。对，牛奶跟糖，还有我们的一个吉利丁，让它能够凝固。好，那一样这个甜度来讲的话，我们差不多，如果以300公克的牛奶的话，大概就是差不多1/10的糖，就是300公克的牛奶，大概30公克的糖这样就可以了。对，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些观众朋友喜欢甜一点，那你就稍微再放一点点糖。那这牛奶我们大概只要煮到呢，差不多有80度就可以因为我们这要做奶冻的，它温度不需要很高，不用大滚。那我们稍微拌一下，让这个糖呢能比较快速均匀的把它溶掉。好，再来我们再给镜头看一下，你会发现说哇，这个吉利丁很快，泡个水它就软了。好，那泡完的这个吉利丁记得水分尽量沥干，尽量沥干呢才不会影响说待会它的一个凝固性。好，那就是说再来我们要大概看到这个牛奶呢，其实它有冒烟基本上就是达到我们的温度了。对，那记得在加吉利丁之前一定要先熄火然后还有更重要的，千万不要7早8早紧张就把吉利丁加下去煮，因为这个会影响到它的凝固性。好，我们看这个温度基本上可以了，好，我们就先把火关掉。所以是把火关掉之后呢，才加这个吉利丁。对。那当然，其实它可以帮助这个牛奶凝固的它的一个素材很多包括说，因为我们这种吉利丁它是属于这个动物胶，那如果说我们有观众朋友本身是吃素食的话，或者是吃蔬食的，其实可以把它换为像我们用寒天也可以。寒天就是所谓的。叫做啥？菜脯，洋菜，其实是洋菜，但是叫成寒天之后呢，它的价位就变高了我们的菜脯呢，一条好便宜，有30块，但是我在日本买所谓的寒天，一条1000日币。哇，差这么多啊！对，所以说大家身价大幅翻涨，名字要好好的取啊，像我们取成经典老师，多么的经典，对不对？这个名字就已经很值钱了。谢谢，我们谢谢诗涵姐。OK， 好，那再来我们就是呢，
把这个我们已经加好吉利丁的这个牛奶，我们装到我们自己只要稍微呢自己喜欢的容器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这个容器比较不耐热的话，我建议就是说我们观众朋友，你可以放到它稍微降温再倒进来就可以。好 ，OK。那一般这个容器呢，耐高温都是没问题的哈，因为我们这里老师，你这句话一定要收回去啊，你知道吗？我当年在那个小樽，就是日本那个北海道札幌那附近那个有个小樽运河嘛，很有名啊，对不对？是。他们小樽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卖玻璃嘛。哦。它整个那个城镇都在卖玻璃，很多的那个艺术家。是。结果你知道吗？我买了一个玻璃杯，好美哦，手拉的哦，是。台币2000块啦，一个杯子啦。结果呢，我为了要拍我们部落格的那个照片呢，我豆浆煮好之后，我就给它放下去了，然后就变成鲁冰花了，整个都碎掉了，幸好没有受伤。OK。所以说，刚刚老师一直强调，你这个一定要非常耐热。那我想说，玻璃一定是耐热啊，不然它当时烧的时候，那个都是那么高的温度，怎么还会破呢？好，这个老师来补充说明一下。为什么？因为其实呢，我们像这种玻璃器皿它基本上它有分好几种。那比较一般那种，就是说他们就是说那种那个玻璃砂去熔掉的。这样子做出来的玻璃，实际上它比较没有耐高温。他们耐高温的玻璃来讲的话，它那种烧的方式不太，而且它最主要是什么？它那玻璃砂它会加其他的物品下去，就是耐高温的物质。对，因为有颜色嘛，他们要做花样啊，做得好漂亮。对，所以其实这个不难啊，就是说我们观众朋友可以就是说你去买的时候跟老板确认一下是否耐高温。那再如果说你家里面的呢，这种玻璃啊，你不确定它是不是耐高温的话，其实因为我现场这边的玻璃不多，如果像一般我们这种用的破，它是耐高温的，对，但是也不适合拿到烤箱去烤哦 ，OK 吗？那因为我们刚才前面烤我们的那个腌咸猪肉，我们观众朋友也不难发现，它感觉是玻璃材质，但是它是耐高温。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提醒观众朋友，没错，免得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教料理就好了，你干嘛讲那么多玻璃啊？真的很重要，为什么？我自己就是收集了一对那个玻璃杯，很漂亮，结果呢，现在只剩一个，孤枝单影啦哈，你知道吗？为什么？都岁平安去了啦，是不是？对，因为我把它放到那个洗碗机里面去了。结果我一开的时候，我说啊，好恐怖，怎么这碎成这个样子啊？它在里面已经爆炸掉了。其实洗碗机的温度并不是很高，可是它因为它是观赏的，对，所以刚刚老师就一直强调，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哈，因为要加进热的东西，千万要记得，一定要先问过，我这个可以放烤箱吗？我这个可以放100度以上的东西吗？没错，这个安全还是要确认过，非常重要。对 ，OK， 没错好啊，这个要放冰箱吗？对，好，我们这个大概就是把它移到冰箱冷藏，让它大概就是冰2个小时左右，让它凝固。接着先来做我们的这个呢酒酿桂花酱。那首先我们先把这个糖把它放进来。好，那这个酒酿桂花酱稍微比较特别，这个糖我们会让它稍微有一点点的焦化，但是不要让它太严重哦。好，我们稍微把这个糖让它稍微焦化。对啊，如果说温度比较高，我们加一点点水哈，不要让它真的整个烧焦，因为焦化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它的香气，并不是它要的一个焦苦。好，那我们镜头看一下它大概这样整个焦化之后，我们把水加进来。好，然后再让这个糖把它溶掉，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点糖下来。好，那再来我们接着呢，这个桂花记得桂花不要下去煮，因为桂花煮的话它会苦掉。会苦掉。对，所以我们只要说这个最后完成阶段的话，就是趁它还有温热的时候，大概在90度到80度这个温度就可以。那我们再放适量的桂花下来，让它整个香味能够整个散发在我们这个糖浆里面就可以了。其实就是桂花呢，你不宜放多哈，因为你看那桂花就是淡淡的清香，它就是清香，桂花就是很文人的味道啦哈，所以千万不要让那种腻，对，过犹不及啊，没错，会过腻啊，就是说让它这样有又好像没有，若有似无，对，这样子是刚刚好，没错，其实就是有一点画龙点睛的感觉。好，那我们这个其实糖也融得差不多了，那我们接着呢就先把这个酒酿也放下来。那酒酿的味道其实它也算是会比较浓郁一点点。那一样，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可以依自己的喜好呢去调整这个量。
那如果说真的不喜欢酒酿的朋友，没关系，那你只要加一些桂花这样就好了。但是酒酿确实它其实对我们身体其实还蛮不错的。OK， 好，来，那我们最后来放一些这个桂花下来就可以了。好 ，OK， 那我们再把这个桂花让它稍微均匀。OK， 哇，来了，我们要让我们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再闻一下了。哇，真的好香！我跟你讲，都是我爱的味道，你知道？我们这个好酒酿桂花酱也完成了，也完成了。我们就要把这个很香的这个桂花酒酿桂花的这个淋酱呢，淋在我们的这个奶冻上面哦。好，那我们接着把这个酒酿桂花酱来把它淋上来。哇，真的是看了又更想吃了，对不对，诗涵姐？好，这就是今天呢，我们经典的老师呢带来的一咸一甜，对，都非常非常的简单哈。我们尽量都找就是说，又简单又快速，没错，又好吃，又营养，然后又几乎没有油烟，对，没错，对，都达到了现在很多养生的这个标准了，没错，那希望观众朋友会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那想做什么料理呢？请到我们的粉丝页来留言，我们也会请老师跟大家一起分享呢好吃又好做的料理。我们下次见喽！谢谢经典老师，谢谢大家，拜拜。